手机嘅做嚟讲，乡团人傻傻就有哦。谈论手机嘅功能引来影响，不是看得到有人拿起手机嘅翕相，尤其智慧型手机嘅按发展过后，广东人也过后随时都传相片去社群网站同朋友分享。不过，我刚有想过用手机嘅摄影，也是在开摄影展。文史工作者承办，如办了一场手机的摄影作品展，也得相片如系以喺台湾各地做田野调查、讲演、教课的路况，用手机的翕拍平面生发。如因为手机的翕相过利片，生发度好，马嘅较细的事情，如是得记录下来，但都也留下为平凡又珍贵嘅生发风景。来看展览的民众，差唔多每一个人一台翕相机也系手机的，对准展览的作品进翕。文史工作者承办的摄影展，打破一般展览做唔得翕相的限制，点都含鼓励民众翕相。开放式展览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随时可以拿照片起来看，那随时去复制这些影像都是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或是你用你自己的眼去转译那个承办老师的想法都是 OK。展场味道呈现介入的变通性，特别设计的柜台片、全套片的相片，本民众看展览翕相的世界，做得谈论共性的变化，翕出无穷用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特别设计的是这种全透片的方式，所以无论你现在在拍摄，或是任何人拿出他的手机、相机、底片、数位，随便你，随着这个天光的变化，所有人拍到影像永远不可能有一刻是一样的。摄影的本质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会去复制，但是因为你穿透了这个空间，所以你不可能拍出一模一样影像，而且它会变动，它会反光，然后它会透出后面的街道的人的行为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展场开放翕相，还没最贴切的素材，对2万张的相片，过用心的突出几千张的摄影作品，也都是如何承办，用随身的手机翕的。用啊，头摆我哋像我上讲翕相嘅人啊，嘅天线专业，我用前好嘅翕相机。咁你看了承办老師嘅翕相。佢講佢用手機翕嘅，個手機對翕相機來講是電帶貼嘅種係手機啊嘛。咁樣你翕出按豐富嚇，個人文啊，乜嘅東西自然性都係相片對佢嘅相機翕出來係生動嚇，當活潑，能夠保存前度嘅記錄。我覺得手機嘅畫素通常都沒有相機那麼好，拍出來效果也沒有。可是剛才看了之後，發現就是變化還蠻多的。文史工作者承辦喺台灣各地做田野調查之外，也用儀軌站地嘅觀察力，透過鏡頭翕下平面百姓生活嘅樣貌。至於做乜嘅愛用手機攝影作為展出嘅主題，承辦講手機一拿就拿得到，想愛翕乜嘅就翕乜嘅，係一般人最理片又個親切嘅攝影方式，也做得本生活很過親密。用帶片翕相啊，用數位睇翕相翕相啊。佢自然會就在咁個專業感嚇，當自然咧嚇。因為冇空嗰個目的啊嚇，因為各式各樣嘅翕相機啊，都有佢自己嘅好處，都嘅目的嚇。不過你點樣貼片用呢個目的係講嚇，我是托佢嘅一隻單方面咧，非常方便交通啊，人與人交通非常方便，呢樣嘅媒體。它其實平常主要是用底片相機，現在比較多，還有至少2台在它包包裡。可是底片相機再拿起來，他看到故事拿起來記錄，放下以後，那個手機就永遠都一直還黏在手上。他很強調這一點，因為你要講電話嘛，講電話你的手機在上，看到什麼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就非常它變成一個連接生活中的縫隙的一個工具，就反而因為這個連接的生活縫隙，它會變得看到了很多些微的事情，或者保存了你原本没有料到你需要去珍藏的影像。
今面嘅神法请加入变做草本日嘅历史，因为呢想法承办用书记协商记录每一日。神法项嘅人事物都係以翕嘅题材。这一区就是要让大家体会一下哈，那个繁忙的承办老师的1个月的行程，就是从7月份的1号到最后一天，有些日子没有，但是大部分都有。行走台湾各地这样子，整个串啊这样过来，你到这里你会发现，原来记录影像是随时随地无所不在。那所有摄影人都知道这一点，就是相机随身带着，遇到什么都拍，遇到什么都拍。那他的鞋子才买第2天就被他穿破了。我目的是讲哈，用爱机会，俾你看到这个一个神法，个这个看到的事情，老拍摄看到的事情空中嘛哈，个神法非常平常，不过非常平常的度哈，你有机会停下来去看，万物那停下来，点点看，一是看到有这么个东西，所以你轻松这个事情。是那个甜。落夜巷喺度，路口門前晒衫褲，貼平常嘅景象。承辦商認為也係熱鬧嘅幸福風景。看到安尼風景啊，其實你神法最好嘅風景。我大家是平時你知道嘅，曬走嚟嚇，曬會走，忙啲嘅就係神法，尤其當你身體唔好了嘅，你會發現講嚇，你傾向係四處生一頭，你傾向做事情，所以呢風景係一個我哋幸福嘅風景。唔但請用傳統嘅大片相機翕相，承辦也用手機嘅翕，再個用無共用嘅效果軟體做變化，本相片嘅風格色彩變化多，看起來更上癮。本嘢作品韓國多位想象力同視覺張力，想要表現出豐富嘅生命能量。跟那種傳統嘅大片嘅個機啊，你再記到一個非常寫實嘅個讓到有現場感。我手機的好處是講，我也冇關係，當自然輕持住做個變化給它設你有隻新的一隻想象力，用像一隻新的微縮讓啦忙啲設一個門口。他雖然會用很多相機的特效去處理他的影像，處理到他的美學可以接受的部分，但是故事真的是真實的，因為故事是真實的，所以我才有記錄的價值。主展從布置到堂下嘅樣嘅，展出承辦對陸客人親朋好友嘅老記憶，韓國神法當中重要嘅故事。其中一種翕陸客老相片嘅作品。承辦家們甚至拿出自家的翕相機，再個翕一擺，個親密。看在有的人是講，個照片就嘛，不過就翕起來是係設計啦，呀吼。我只寫來講句話，即係我講我，因為特別按後生嘛，我喲，馬莎莎講說是按老，他的印象就是媽媽是老的，我是講。你都翕到相起來吼，難擺吼，本下一代人看咯。有個世界一種看起來無乜嘅特殊卻平凡嘅相片，背後其實也有暖溫馨嘅些故事。那非常難得都發些東西，非常難得
所以我转起步下哈，其实天会做东西帮来食啊，3公8那边做帮来食，日头当然要做了哈。那佢做东西是迄等其他的交通的一种方法啊，可能是反正佢做马上想要去，所以个节目是这样的情况，是吧？唔多係看到嘅一隻物東西，都係睇看到一隻顏美哈對聲音嘅感情，係很像嘅啦。我們的共同議題也係承辦書記鏡頭外協嘅畫面，像係台北永春都市變遷案、新竹朋友計劃開發案，也都跨區域嘅都市變遷嘅情形都被記錄下來。都市隨時都在更新，可是有時候我們會希望把文化或是情感保留下來，因為你現在失去，你可能不知道還有什麼好珍貴。可一旦等你全部都消失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原來它在你的心中這麼重要。要是合適，很難跳，很難唱。你係非常快樂嘅芙蓉那個海水了那個沙灘，我去另一個目的，都係為到你嘅東江嘅沙灘，你係乜嘅？我去到呢種1.7啊，是不應該想下哈，尤其個像日本那個很難唱哈，發生嗰個太體同了後有問題。當然，一張相片冇辦法講很多事情啦哈。我想一張相片基本上去討論的事情是挺好的。去年初台中交通工期行體嘅路況嘅風景高路熱，也睇承辦嘅業樣美學嘅變化下，有個新嘅面貌變得下個親密。其實基督所有嘅元素啊，非常關嘛哈，塔古西非常差啊，我不會天空，因為經過佢，本來一隻新嘅一隻感情，都市嘅新嘅一隻面貌啊。某個時節、某個素材，如體翕相嘅承辦，也因為實在係鐵好翕嘅，不是本鄉下做些盤，吃到關衣服，一直到看到展覽，能記得承辦係睇翕物嘅。因為我經常在開會或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，跟陳老師一起碰面，那他常常就拿着手機，到處拍，我非常的好奇，他到底在拍什麼？在我們看起來毫不起眼的，或者是一點不值得記錄的東西，可是他拍得非常的認真。然後他有一雙非常敏銳的眼睛，他可以看到我們常人大概忽視的東西。那因為他對這塊土地，他有非常大的情感跟很難以言喻的一些關注。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生活，然後對土地有愛、有感情，又懂得方法、善用工具的一個文化工作者。那把工作當旅遊啦，實際上他就是想要盡可能的捕捉我們所沒有注意到的情感。那我想大家看他的照片，看久了就會慢慢感受到他對這些環境的那個情感情意，都在他處理的這些照片中會出現。唔止係最經典嘅大片相機，也唔敢用最新嘅數據相機。承辦用相片寫日記，表達情感，韓國用數據壓樣記錄下生活當中該寫該有嘅事情，留下又平凡又美好珍貴嘅生活風景。